因那后面呢，上面的个了是怕米个人家吃嘛，米吃苗嘛，别是要上山个路。刚才你的可能少路来的吃不嘛？这里提倡过来的嘛，有个看哦，马太要切松，马太要切松，要让切。米也无老家。在养都旁头，绕票苗都没，苗黄毛啊，拍得开药，那还吃都掉了后，还要还要的道路，这样大家会靠肉没？这里都可不得那样的，后头他们也跟他们路，这里像绕票苗听个高不头没哦。绕票苗挺忙呗，昨天啊不忙哎，票头苗红在看样呢，一看我来没去，哎呀一看我来哦呢，哎呀一看还有苗刚到道路，街角呢，这样会看肉没来不头没了，这里很多人会呢。超7个节嘞，到拍他呢，还有个毛病咯，忙到呢，忙到月前钱，忙到月前钱嘞，买了，超7个，我那7个超，咯，对嘛，他搞上叫个看哦，这里个厂，苗包体啊，绕票苗，人家去看呗，要。毛没见了，我们那票旁皮啊，真是绕票苗，在看他个毛没见，毛没见啊，要么怕拉靠呢，我聊呢还吃大呢，哎呦，苗看到道路上街角，等下有块肉没来不长，我个他妈那把地，上排树个里的这样他妈，叫个看，上排树个里啊。我会到票修苗讲，哎呀，家都做咩？哎呀，好三边都做，听下表咩？看好啊表咩？问那个米也表咩咯？哎呀，米也表咩？好三样咩？好三糊涂涂咩？要见那老白啊表咩咯？哎好，菲律宾要和你要想的嘛，好哎，有不谈啊？哎呦，有些很山来接绕，然后来能马套呢，吃下来得流麦来不谈。上排修个里啊，有些很山家都提个表麦，有些很山边都提个表麦，米也表麦，白啊表麦咯，哎好呢，绕票苗包吃提个来。这样呗，在看他苗绕票毛会话了，都忙一修个里毛的，没，都忙没吃回答，一把子不要下路个，那啥的要干个下路个，是不老忙听到啥听到安路个，要毛没，那啥的要接皮啦，是不老忙一吃接皮啦，一把子接皮啦，就跑去家里拿了，啥时候爬来没？哎好，都在这样呗，上排修个里呢，这样呗呢，啥节点呢？小孩没考点呢，那边还有啥保安呢？这样呗没了，还有呢保安啥啦？还有呢保安了解，没吃回答配都才听来都没。后来的那上排修个里，票都还老下落票都忙哎，哎呦，不会打还要是好些到道路，那个吃大你来接呀叫呢，没吃回答是还有个呢，吃还老得了是吧？都忙着都没了，没，都忙着回来没了，他们呢都忙。绕票苗票嘛哦，
我讲那路啊有你都好，绕票秒表买了，票都秒表不但呢，上班一说要上山到道路别这样，到道路来尖叫，热哈了我还没瞧到要呢，啊，等下热火了没？有你都叫去嘛喽？哈上班一说呢，等下那来俺听表没？他们呢都嘛绕票晒的些都嘛。我那好绕票秒听表嘛，他们那上班休克了。要是好像提标多呢，米也表不我会打叫那好么些啊，都忙啊叫，啊都忙热毛咩，啊都忙热火毛咩，啊都要看火毛咩，啊都要看到毛咩，他们呢都在一了会，像你说呢，米也就老考了会，就是那晒天呢。叫个看来，你那么样了，会没有的考我会老外有个嘛，要那会打，那没有个那个来路，阿妹。